现代台语版圣经使徒行传第21章。日别众人了后，阮开船一直到高斯，隔日到落底，对遐去拍大力。伫遐拄着一只要过去腓尼基的船，阮就上船出发。阮来到看袂到塞浦路斯的时，对南边踅过去叙利亚。伫泰尼落船，因为船要伫遐落货。阮找到一寡门徒，伫遐甲因住7日。因得到圣神的指示，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阮甲因离别的时间到，就离开，继续阮的路程。因拢带因的某囝送阮到城外，伫海边跪落去祈祷。互相3时了后，阮上船，因倒去因兜。阮继续航程，对泰尼去到多利麦，伫遐甲信徒请安，甲因住1日。隔日，阮出发去凯撒利亚，伫遐住伫传福音的腓力的厝，伊是耶路撒冷迄7个执事的一个。伊有4个还未结婚的查某囝，拢做先知话讲有言。阮住伫遐几若日的中间，有一个先知叫做阿加布，对犹太倒来。伊来找阮，摕保罗的腰带绑家己的骹甲手，讲圣神安尼讲，即条腰带的主人会伫耶路撒冷，亲像安尼，互犹太人绑起来，然后交互外邦人。阮一个听到，就甲迄所在的人苦劝保罗毋通上耶路撒冷。保罗应讲：恁若哭甲安尼，互我的心强要喙去。我为着主耶稣的名，毋若伫耶路撒冷互人绑，甚至伫遐死嘛甘愿。伊毋受苦劝，阮就恬恬只有讲：愿主的旨意实现。几若日后，阮准备好势，就上耶路撒冷。有一寡对凯撒利亚来的门徒嘛甲阮去，带阮去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厝住，伊是早期的门徒。阮到耶路撒冷的时，信徒热情接待阮。隔日，保罗甲阮去访问雅各教会的正长老，拢伫遐。保罗甲因请安，然后将上帝通启伊伫外邦人的中间所做的工作一项一项对因报告。因听了，拢归荣光互上帝，对保罗讲：兄弟，你知，伫遮有几若万犹太人诚做信徒，因拢热心遵守律法。因有听到你教示住伫外邦的犹太人，叫因放弃摩西的律法，毋免甲因的囡仔行割礼，嘛免守犹太人的风俗习惯。因一定会听到你来遮的消息，安尼要安怎？等着照阮甲你讲的去做。遮有4个下院的查甫人，你带因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替因纳所费，互因通剃头。你安尼做，众人就知因所听到关系你的事毋是事实，搁知你家己嘛有在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不过，对已经做信徒的外邦人，阮已经有写批甲因讲，阮有裁决叫因毋通食这5项的物，血甲念事的精生嘛毋通有淫乱。隔日，保罗带迄4个查甫人甲因做伙去参加洁净礼，然后入去圣殿报告洁净礼什么时满，通为着因逐个人献祭物。7日的期，
得要满的时，一寡对亚细亚来的犹太人有看到保罗伫圣殿内，就煽动群众掠保罗。话讲，以色列人来斗3工一个，这人逐所在甲人反对以色列人甲摩西的律法，嘛反对这个圣殿。现在伊阁敢带希腊人进入圣殿，污染这个神圣的所在，因为因有看到有所人得到飞毛，甲保罗做伙伫城内，想讲保罗有带伊入去圣殿，全城扰乱起来，民众拢走活来，因掠保罗，甲伊拖出去圣殿的外面，殿的门随时关起来。因拄想要杀保罗的时，有消息传到罗马军营的指挥官遐，讲全耶路撒冷得去扰乱。指挥官随时带兵甲军官走到民众遐，民众一个看到指挥官甲兵就停手，无阁拍保罗。指挥官挖去掠保罗，叫人用2条铁链甲伊链地。审问伊是啥人，有做甚物代志。群众一个喊一款，因为乱吵吵，指挥官无法度通知实情，就命令兵押保罗入去营房。保罗得要爬银仔的时，因为群众向界界，兵煞着甲保罗赶入去。群众缀伫后面话讲，互伊死。保罗拄要互人押入去营房的时，对指挥官讲：“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袂？”指挥官问讲：“你捌希腊语无？安尼你就毋是迄个无几前造反，带4000个杀手走去旷野的埃及人咯？”保罗应讲：“我是犹太人，出世伫基利家的大数，是一个不知有名的城市的市民，请你准我对民众讲话。”指挥官允准，保罗就徛伫银仔顶，对民众比手势，众人拢踮落去。保罗就用希伯来话对因讲话，